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8月24日早起新闻，我是主播陈志安。新闻一开始关心天气，南部大雨车通道，今仔嘉义县、淡市、高雄市、屏东县、花莲县、台东县是停班停课。影刷第18号风台3顶日有可能会登陆咱台湾，按算上近拜三会发布海上警报。台东县南望桥到立功桥中段，正伫升起的台铁绿桥下面，这饮水已经有半个点接悬咯。风头雨大，南势地区天气也无稳定，现在北部地区也拢落雨，受到山地继续落大雨，也佮有其心理影响，菜价拢有起价。好像都有一点贵。会不会今天多准备一点？有会，大概准备哪一些东西？随便绿色青菜、豆子啊，什么都可以放。买一些比较能放的菜，像这种它可以放比较久，像菜叶的话，它就不能放太久。气象署讲，一直到拜日透早，西南风偏强加低压带影响，全台天气无稳定，尤其是嘉义以南地区、加东半部地区，爱严防大雨，也是局部大水雨。这个低气压的话，是已经升级成这个热带性低气压的部分。所以请南台湾地区的朋友，可能还是要特别留意一下这一个热带性低气压它未来所发展的一个影响，以及它后续所造成的一个降雨一个状况。全太平洋海面上有3个热带系统，包含第18号风台沙丁尼。第19号风台紫檀，也有热带性低气压 TD23，专家估计未来 TD23 环流有机会变成第18号风台山顶呢，提供更加侪水汽。因为风台伫拜三到拜四通过琉球海面了后，有机会接近甚至登陆台湾。欧洲跟欧洲 AI 模式，甚至于美国模式都认为中心有机会登陆那非常有可能是今年第一个登陆的台风。专家讲，要继续注意山顶的风台上升的路线，除了主导风台路线的北方高压，西北太平洋顶面大范围的低压带也和风台路线会更加未确定，民众使先做好防范的准备。记者综合报道。因为大雨影响，花莲万里溪帮山湖黄色警戒，目前这水位是稳定冒出来，百体完整。花莲万盈凤林已经启动应变机制，嘛提起警戒区内底居民随时准备撤离。大家不要惊慌。警察车伫部落的巷仔内底巡逻，透过广播呼吁居民赶紧把贵重的物件收收咧，准备撤离。受到低压带甲西南风的影响，花莲万里溪水头帮山湖的水位因为落雨直直加悬。8月23下晡3点发布黄色警戒的通报，万影乡公所人员甲凤林分局警察唔敢大意，接到通知了后，随去到警示区域内底广播甲宣导，要求民众包好款款的准备避难。那现在黄色的警戒来讲。照理讲是应该是我们老弱以及我们的高龄者，我们要先行的告知，叫他们做准备的动作。凤林镇公所接到通知了后，遂开设立即灾害应变中心，因为拄啊好是休困日，而且熊有代志，目前已经甲国军申请兵力、救护车甲警力支援，预计上紧就要8月早起连日到位，才会正式展开相关撤离行动。也毋过镇长也强调，若准支援兵力甲警察提早进驻，无排除看实际状况提早撤离。最主要的，你现在发射黄色警戒，你的下一辆如果持续增加，那可能就发布红色警戒，那撤离就是好，没有任何的悬念。根据监测统计，一直到8月24透早5点半，万里溪帮山湖水位有1088.1公尺，储水量是551.57万立方公尺，湖水稳定溢流，百体维持完整。水量对水尾影响的范围暂时还阁控制伫河道以内。后手要紧急撤离、强制处理，也是解除警戒，会看实际落雨的量，也阁有支援能力到位的状况。记者综合报道。来看气象署是继续针对17个县市发布大水雨特报，嘉义以南东半部也继续落大雨，其他所在这过道雨也可能会来甲真大阵，咱来看分图。目前是看到伫咧平湖附近有一粒低气压，伫咧站已经发展做热带性低气压 TD24，因这风台沙丁呢，即卖的速度嘛愈加愈紧，上紧伫咧拜三就发布海上警报，拜4、拜5会上接近咱台湾。台南的大水河这影空甲林道拢传出灾情，就连市府一楼的水这车道拢变做是水路。伫林道的高速公路也因为大雨淹水，这交流道是暂时封起来。车道变河道受西南风偏强加大气压带影响，台南23继续是落大水雨，造成真侪所在路段淹水，就连市府一楼也拢淹起来。水沟挂一条水不起来，敢若喷泉共款。
因为道路的侧沟它的没有办法及时排进去箱痕里面。道路侧沟我们一般台南市差不多只有1个小时降雨量，如果超过50到60的时候，那道路就会积水。台湾排水是满到桥面下骹，强要淹满过爆旱。这几天大水雨和三亚溪溪水拢涨起来，造成永康大湾排水无法度加水排入三亚溪，水真满，民众看到高地真无奈。每次大雨，今年已经发生两三次了吧，都这样子，然后没有办法。服装店家人穿的长裤拢紧闭起来，大水雨造成永康大林街、台湾也有昆台路这真侪路段淹水，四界拢看到汽车也是脚踏车倒伫咧积水的路段，部分的店头徛家事先已经甲防水闸门拆起来。台湾路一间便当店连续2天淹水，无多做生意。口罩这应该有啦。口罩无？嘿，昨掉2届哦哈。你讲家己甲昨掉2届？无，昨掉2届啊，今仔日就起来啊，今仔佫掉。安尼你便当店有法度做生意吗？无法度。监视画面看到国道1号连德路段附近边面的路全部拢是淹水，中国100向连德交流道入口10道已经关闭封起来。附近的民众看到水淹入厝内底，无所在通徛，规气搬椅到门口休凉等水退。外面比较凉，那里面呢？里面也都淹起来了啊。透早应该淹起来啊。透早淹下对啊，淹落关。有到家，到家。中山路风水线拢扭起来，有处好装防水闸门，淹过水以外，淹入去厝内底，民众只好赶紧用粪斗加水开出去。敢若望大雨会使赶紧停，莫搁落啊，互损失会较少一点嘛。记者综合报道。今日伫咧高雄市的74条溪是发布水泵山警戒，市府已经撤离2200人。屏东东港的东流线今日是规工拢无船，也明仔载2、5会搁出来看状况这个公告。民众穿雨衫，细日行过大路，路口的水深已经到大人的腿肚。高雄市已经连落3日的大雨，包括盐田区、南马溪区、左营区、大寮区等地区，拢出现淹水的灾害。盐埔区下福路也因为大雨变波骨路，警方紧急封闭道路。高雄市区一个轻铁也予倒去路树击着，好在无人受伤。遭倾倒的树木发生轻微擦撞，列车紧急停车停于非路口处。另外，伫礁城区美山路19巷23早起10点外，有民众发现一台轿车，亲像因为驶过积水区故障，结果水愈淹愈悬，险险的淹死，车内3个人爬就车顶化救，消防队到场将3个人救出来。现场协同消防人员协助脱困至路旁，现场无人员受伤。远景现场垃圾封锁线及交通锥，实施双向管制人车通行。所有第1零、第2零以及第3零全部撤离到梅山活动中心。水保署对高雄境内发布74条土石流警戒，加3个大规模崩塌警戒。高雄市府针对南马社区、六股区、桃园区、茂林区等以山区为主的11个行政区有封城撤离2203人。屏东县同款一直落大雨，山地门满洲乡也发布土石流警戒，县府拢总撤离115人。新园、南边、枋寮、东港等乡镇也拢出现淹水灾害。做生意特殊哦。唔捌讲落雨安尼风雨吼，落甲讲无地。为啥物啊？头第一摆，连续你也看到几工，人讲拢风假雨啊，后法度。屏东交通部分包括第1线439公里枋寮上北路段，第24线几个路段拢因为大雨暂时封起来。东港东流线也因为海象不好，临时继续归于停航。5跨动力开放加做公告。记者采访报道。继续来看高雄中油大拿炼油厂站10点外传出火烧，这消防是出动20台车，44个人，无人机加上机器人赶去拍火。初步调查应该是这蒸馏工厂的重油泵浦泄漏才会导火，详细导火原因搁爱调查。那针对大拿炼油厂搁再发生意外，市府也已经要求中油加强内部的维护，甲提升灾害应变能力。来看今日早报重点，先来看《中国时报》。现代人暗时困袂去，每一年大约460万名失眠的患者，健保爱摕超过12亿粒这爱困药啊，其中有一半以上拢是一般西医基站的诊所所开的，医师嘛建议爱减少用量。该是《自由时报》
囝随少正做国安的问题，国军招募困难，推算明年做兵征调人数可能是无到8万人啊。公布推出大学、高中职的招生合作等14项措施，希望会当减少兵员的损失。最后是联合报。阁剩无一礼拜就要开学啊，到今也有真侪学校这老师阁招未满，有学校是请这退休的老师转来监课，才暂时先甲人保护桥，才阁讲。继续来看，你看，伊是通过学校卫生法的部分修正草案。那针对以后这学校若碰到这学生手机用甲掉的问题，会当进行辅导。专家组嘛表示肯定，不过也提醒讲，后续细节也要参考老师、家长甲囡仔意见，避免搁再引起这师生起冲突。假日儿童乐园人来去去，囡仔欢喜咧耍，也阁会当减少使用3C的时间。为了防止行园的手机立法院三读通过学校卫生法部分条文修正案，让学校会当以实际需要来辅导，也是管理学生健康的物品，也是行为来应用手机等行动载具可能带来调调风险。我赞成因为小朋友现在手机里面啊、抖音啊那些诱惑太多，其实对孩子不是很好的观念。就是怕会不专心啊，一直想要看社群媒体啊，未知的诱惑或是不正确的资讯。适当规范囡仔的手机使用时间，家长乐观其成，也阁由家长点出。依照无共学龄，无定定会当采用分阶段成就管制。国高中对，确实有些可能上课需求啊，或者是下课之后。家长联系，这个可能可以再讨论一下，或者是可以开放，比如说下课之后再缴手机。张高总虽然对修法方向表示肯定，也毋过也烦恼论组宣示意义大过实际意义，呼吁后手定定细节的时，爱纳入老师、家长甲囡仔的意见共同讨论，研究出一套分年龄层具体可行的方法，才会当避免第一线教育现场的师生冲突加重。我们还是觉得这应该是一个宣示意义大于实质意义。毕竟你这个上路怎么去做？如果真的到需要用强制力的部分，希望法律的订定在后面给老师的支持要多一点。我们是建议说要比照学校的服役管理委员会，至少要纳入1/3的学生代表，还有家长代表，这样才可以促进说在讨论过程中师生跟家长之间的对话。学生团体认为，无共学习阶段有无共的学习需求，即卖教学现场有真侪学生会使用手机甲白板来辅助学习，应用无共的学习样态，需要进一步根据学生的学习阶段来订定所谓载具的管理规定，建议幼儿爱分级管理，回归各校讨论，较好实施。记者采访报道。讲到要开学啊，这流感也进入流行期，新冠疫情也已经来到上严重的时期。疾管署是公告公会新冠预防车，只要出示满6个月以上，大人甲囡仔拢会当来注，这季咧注会当注到9月初9。虽然是假日，林所校警区也满满拢是等看病患者，因为高中以下国际学校后礼拜就要开学，不少家长带破病囡仔来看诊。非常担心啊，对，因为小孩子到时候开学人很多，所以就想说先带他们看医生。病毒性肠胃炎，然后妹妹就是呼吸道感染，咳嗽，咳得很严重。有医师临床观察发现，目前社区存在各种病毒。最近捌受第3岁外的囡仔同时感染流感、呼吸道融合病毒、RSV 等4种病毒。病情拖较真久，而且因为感染流感，造成肌肉发炎，囡仔的脚疼几下子拢袂当行路。流感病毒有时候会攻击肌肉，尤其是小腿的那种腓肠肌的肌肉，它会发炎，造成肌肉发炎，它会很疼痛。社区各种病毒侵袭，继续由警部疾管署监测显示，流感已经进入流行期，第32周类流感门急诊就诊达到9.5万外人次，增加80例重症，死亡也有17例。新冠部分是超过2.6万人次就医，疾管署研判，新冠已经达到这波疫情观点，未来2礼拜会是处理高原期。目前占比最高的是新冠的病毒哈，它是占了25.3%。开学之后会不会增加上来，就要看之前各种疫情的变化。
因为开学了后，学生较接互动，呼吸道传播风险会提悬。疾管署提醒学生，若出现发烧、咳嗽等呼吸道症状，建议刮喙暗，尽量伫厝休困。另外，做疫苗方面，本季公费新冠疫苗扩大全面来自，调整到9月初9为止。建议年长者等高风险族群赶紧来做，以降低感染新冠了后并发重症还是死亡的风险。记者采访报道。国际上紧来看，美国甲加拿大的贸易谈判讲无成。美国对8月2日开始要对加拿大数十种的进口商品加扣50%的关税，因加拿大要反制，讲这美国敢扣偌济，这加拿大就要甲美国扣偌济，对9月初8开始实施。贸易谈判失败了后，美国对加拿大新一轮50%关税随生效，影响价值200亿美金的加拿大出口商品，包含钢铁、阿鲁米材料、汽车甲卡车零组件、软木材、阿门土，也有零制品、葡萄酒、服装甲曲棍球装备这消费品，大约占加购对美国出口商品的5%。加拿大总理卡尼虽宣示讲要采取1:1的对等反制做法。Canada will match Washington's new tariffs, dollar for dollar. Our response will be concentrated in sectors such as steel, dairy, appliances, agricultural equipment, pulp and paper, and electronics. 卡尼指控美方在最后的时阵提出新的条件，包含汽车产业关税安排，也有限制加拿大未来甲其他国家签署贸易协议。加方认为安尼真不公平，也侵犯国家的主权，所以讲提出这谈判。加拿大过去已经多摆对川普要求来让步，不过换来却是川普表示加更加多理由，加扣更加多关税。这摆加拿大方面不爱去配合啊，也得到真侪省省长跨党派支持。We're going to be a united team Canada. We're going to use every single tool we have here in Ontario, and hopefully the rest of the premiers feel the same way. 加拿大有大约75%的货物出口是外靠美国市场，准亲密朋友关系发生根本性改变。近排搁再回头，卡尼正面来对战，主张多元来发展海外市场来应用，得到国内支持。也过未来若贸易战扩大，影响更加多产业，造成供应链断去，也是投资减少，拢可能会造成更加大的损失。国视新闻，市会长编译。非洲西部国家几内亚首都克拉克里一座超大型的粪扫山昨是熊熊放起，大量粪扫在那冲入去人徛街，造成上无30个人死亡，22人受伤，目前也继续在搜救。救护车赶去事发的地点，民众协助甲伤者扛上车。真侪人也是唔敢相信，这座累积真侪档的粪扫山，落尾竟然跌死几60条人命，而且真侪人是伫咧协助救援的时，互第二届的帮力抬起来的。Quand les jeunes se sont mobilisés pour aller là-bas, il y a eu un deuxième glissement maintenant. Toutes les personnes qui sont parties là-bas pour secourir, ils sont tous restés dedans. 这场严重的意外发生在几内亚首都科纳克里，当地时间8月23半暝2点外。因为几内亚目前拄好时雨季，连续受到严重大水河的侵袭，雨水直直强，互这座囤真侪档的大型粪扫掩埋场结果放弃，大量的粪扫对土石瞬间规个平落来，甲下底的铁道甲徛架拢抬起来，真侪民众当咧困，根本袂赴得生。消防人士强调，差不多1冬前，因对政府提出警告，必须要赶紧甲这座上大型的粪扫掩埋场关起来，若无总有一天会出意外。Donc le conseil qu'a fait aujourd'hui cet éboulement, moi j'accuse l'État parce qu'il n'a pas pris les mesures pour que la décharge soit fermée. 几内亚政府已经动员军队甲重型机区透明搜救，罹难人数恐惊会阁增加。几内亚总理也来到现场，不过真受人口舌甲心肝疼的是，政府官邸伫出代志迄天要正式甲这座掩埋场关起来，而且进前也已经甲周边的居民发出特例通知。没想到伫咧关进前就发生悲剧。这座粪扫山伫2017年也捌发生过类似的崩塌的事故，而且造成10个人死亡。公司新闻景元庆编译。继续来看非洲民主刚果的这伊普拉疫情，死亡人数是已经超过2500人。世界卫生组织宣布会提供7万剂预防车，联合国也紧拨300万美金来协助加强防治。民主刚果东部首府戈马的舞台康，这座城市一向以万遐的文化活动出名，当年拢会举办音乐节、舞蹈节甲时装秀。即马因为伊波拉感染情况真紧扩大，控制戈马的 M23当局下军事禁令，艺文活动就安尼隆重停办。The Ebola outbreak is growing exponentially. In the last 3 months, 2,500 people have died, and half of those in the last 20 days.
The epidemic is spreading to an area that is bigger than France, and the outbreak is growing faster and wider than the Ebola response. 民主公告，这波伊波拉感染人数已经超过2018年至2020年，加做这个国家史上规模上大一摆。当地医护人员除了暴露伫感染的风险，更加面对部分民众因为惊吓甲无信任所引起的攻击行为。目前大约160名医疗人员感染伊波拉，43人死亡。过去6个月，医疗人员防攻击事件超过260件，8人防杀害。Vu que sur terrain, lorsque les équipes de la riposte arrivent pour faire leur travail, 民主公告这一摆伊波拉感染源自伫本地不交病毒株，目前也未得到核准的疫苗，也是特定的治疗方式。世界卫生组织宣布会提供民主公告7万剂尔维博伊波拉疫苗，其中2万剂用伫第3期临床试验，以了解疫苗对本地不交病毒的效果。5万剂提供第一线嘅医疗人员。The risk of Ebola outbreak spreading has increased following the confirmation of cases in the provinces of the DRC that border the Central African Republic. 甲民主公告相连的中非共和国，保证当面临冲突、脱水、疾病、甲气候无稳定等因素造成的人道危机。联合国也宣布紧急拨款300万美金，协助中非强化伊波拉防治工作。公司新闻张淑芬编译。国际上大代志，做回来看世界。根据新华社的报道，中国原本计划讲最近就要发射嫦娥7颗月球探测任务，因为无够发射的条件，今年的发射计划确定无法度进行。泰国南部边境拜六发生大规模的暴力事件，一暗就发生51件放火甲爆炸相关案件。官方是紧急宣布宵禁，泰国总理也召开高层会议，目前是也无任何团体承认犯案。瑞典一间高中开校，说讲有人举刀去校杀人，造成1人死亡，3个人受伤。警开枪掠到一个18岁嫌犯，根据当地媒体报道讲，这个嫌犯就是这间学校毕业的。详细案情搁爱调查。再看路透社报道，美国海军证实讲，因的 P-8A 海上巡逻机拜五时阵有飞过大海。讲是要展现印太地区自由开放的保证。有些学者是表示讲，印太地区虽然无美国的军舰来驻守，不过美国也是有来关心台海局势。两岸情势无平静，美方用具体行动关心台海和平稳定。美国海军一台 P-8A 海上巡逻机，互人公开为日本沖縄起飞，日伊伫台湾西南空隙射击南部巴士海峡，采用 L 型的路线飞过大海。外媒路透报道，美国第7舰队证实 P-8A 展现美国对自由开放印太的承诺。中国官媒《环球时报》讲，共军专庭跟踪警戒。有关美军 P-8A 型机穿越台海，国军运用联合勤监侦手段全程掌握，状况均正常。我们支持重要民主伙伴一同维护自由开放印太地区的承诺与行动，并透过我国国防自主与国际合作，实质保障我国国家安全。包含美国还有欧洲的朋友们及邻近国家的朋友们，我们都认为自由航行它是国际的一个准则，那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片面改变台海的现状。P-8A 海上巡逻机是美国海军侦察主力，主要投入反舰作战、水面侦察、前舰侦任务、搜救行动，会当装挂鱼雷、反舰飞弹执行打击任务。P-8A 飞过大海，好亲像正数常。军府统计 P-8A 伫3月11、4月17，国加即届今年已经有3届飞过大海记录。特别注意的是，印太地区目前出现无美国航舰的空通机。P-8A 这个时阵飞过大海，外界解读美国故意释出战略信号，典型也是有掌握台海情况的能力。美中的一个在第一岛链这一边台海的一个战场的话，不会是一个航舰对航舰的大洋对决，而是一个岛链封锁战的一个模式。所以其实有没有航空母舰的一个重要性，反而不如透过这一些征收的载台去锁定方位之后，由岸基的一个反舰飞弹来进行攻击。学者观察 P-8A 海上巡逻机唔若掌握强舰动态，中国海警船、公务船也可能是伊未来征收的方向。中共反制美军行动，国防部22发布，查到强机3架次飞过中线进入北部甲西南空隙，结合8架强舰、7架公务船扰台，国军严密应处。记者采访报道。来看823炮制满68天，总统赖清德就任以来第2届去到金门主持对视典礼，马号朝野爱支持国防团结。
也这国民党主席陈立文要去到金门，一直呼吁赖总统来接受9二共识，确保两岸和平。但雷公各路大雨，总统赖清德穿雨衫来到金门太武山的公墓，伫823届168周年即天主持对此祭吊典礼，向阵亡将士来献花致意。以慰问到现场参加的参战官兵甲遗族家属，赖总统谈话中特别指出，823届也为大海带来68年的和平。因过即阵中共威胁更加进一步扩大到第一岛链甲印太地区，呼吁朝野拢应该支持加强国防力量，团结捍卫国家主权。我还是要提醒国人同胞，天下虽平，万战必危。我们团结捍卫国家主权，守护台海和平的意志，绝不能够有所松懈。牺牲主权、委屈投降的和平协议，更只会换来屈辱，绝不会带来真正的和平。823战役的胜利，就是以实力确保和平的最佳证明。823战役68周年，总赖清德再度来到金门主持追思祭悼典礼。而其实同一天呢，国民党主席曾丽文也在金门参加相关活动，同样来到太武山公墓。不过呢，两人时间错开，并没有碰头，上演同场不同台。就任党主席了后，头一摆到金门纪念823，陈立文是先到建书馆来参访。也有致辞时，每一句拢呼吁赖总统应该坚守中华民国宪政体制，要伫宪法精神上来承认9二共识，确保两岸和平。今天如果要缔造和平，赖总统很简单，您只要愿意在中华民国宪法的基础上承认9·2共识，立刻把两岸的紧绷大幅降低。面对823这么多的亡魂，你做一天真正的中华民国总统吧，想想中华民国宪法。头一天出现伫金门，陈立文甲赖总统伫两岸立场上互相批斗，凸显国民党甲民进党无共调的两岸的看法甲讲法。记者综合报道。新党举办党庆，讲原本是甲中央借场地煞强取消。这党主席吴成典就质疑讲是受到打压，要甲中央讨赔。因这中央是表示讲是为着保持行政中立，才无借场地，这钱当然嘛摕回去。不是换地点，我们是换地点，换到市议会。民众去现场煞找无，活动工作人员赶去引导去正确的场地。新党33周年党庆原定日伫台北市信义区的中央大楼国公厅举行，不过煞临时找无，紧急改伫附近的台北市议会大礼堂举行。昨天知道说这个中油那边确定不让我们办活动，我们本来想说去冲啊。说内政部给他跟我说，8月20号以后就不能再租给这个竞选的单位。可是我们早就跟你定了啊，是不是？租金啊，什么都讲好了。新党强烈抗议，表示20下晡收到中油简讯通知，内容讲到因为中选会迄天发布地方公职人员选举公告，所以依照公务人员行政中立法甲相关规定，爱严守行政中立。不过新党这支背后有构成受益，唔知会领非商业合约。中油是提时间表来回应，讲7月29新党来协助国公厅，因为符合场地管理规定，中油同意租用。不过8月20新党的记者会表示会安排候选人伫党庆受记者的竞选活动，所以中油唔再拒绝租因，嘛会替行政租甲保证金，一切依法办理。由于国营企业依法有维持行政中立之义务，所以应该是当时有无明确告知包含竞选活动，才知道是否有违约之情事。不过，租约一定有约定退费之相关的约款。假设中油有依照约款进行退费，应该是符合契约精神及约定。其实今年6月，中油家己办80周年庆嘛，同款伫国公厅举办，现场差不多会当有780人入来。新党是不满本来超好的所在，煞临时避避，改去刚会当有500人入来的议会大礼堂，也不满讲有可能因为安尼，互人来较少。不过中油嘛强调，其实原来有提供2位会当租用的场址，互新党参考，绝对无外传的讲故意打压。记者采访报道。讲到前几年发生泰流公司前董事长李兴良为了要摕到所国百货公司的经营权，方指控讲甲立法委员乌西来压经济部。二审宣判这前立委苏振清廖国栋是维持判10年加8年6个月。
现任的立委陈超明甲时代力量的前主席徐永明是该判无罪，专案是也会当上诉。面对媒体镜头表示总算会当休喘，刚入涉贪风波的国民党立委陈超明，洪指控收乌钱100万，本来一审洪党判7年8个月，不服提起上诉，结果逆转判无罪。大概6年之间可以说历尽沧桑，受尽折磨，心生憔悴。今天听到宣判无罪，虽然是迟来的正义，但是上天终于开眼了。当来看这个官商斗空的风暴，太平洋流通的前董事长李兴良，为着要抢索500回经营权，涉嫌请托和乌西真侪立委，以即顺和帮助召开公听会这方式，对经济部的官员施压，而且用立委的职权来推动修法。不过，二审认为陈超明就算有卡互经济部要求官员参加公听会，但无法度证明和李兴良托人交付的政治现金有对价关系，未当直接来当作是乌西。知影破决的结果，法文简单回应，时代力量的前党主席徐永明2审同款是判无罪。关键伫合议中认定照现有的事情，无法度证明因为李兴良同意摕政治现金做报酬，而且答应协办公听会，才派认定个性基有乌西。时代力量一贯的立场是尊重司法，如果最终判决无罪确定，那社会自然要还他公道与清白。涉案的民代嘛有民进党的前立委苏贞昌和国民党的立委廖国栋，在上诉了同款是有罪。2审认定苏贞昌贪污的金额是高达2580万，佮不主动甲对方讨钱。廖国栋是收620万的汇款，较贪污的无违背职务受贿罪，维持1审判10年和8年6个月。何其认识用法、量刑及没收均无违或不当，应予为师。苏正清廖国栋上诉否认犯行，并无理由予驳回。不只是这种，有的根本就无理啊！我会跟律师在讨论。专讲乌西李兴良早就伫侦审内面认罪，专做污点证人，1审红判假罪，但说是引发这件史上上大的下党派立委集体涉贪案的关键，专案阁会当上诉。记者综合报道。第二个消息来看，台南市安南的一块空地向违法囤废弃物，拜六半暝时阵，却强行发生爆炸，造成10个人受伤。这火阁烧起4边的11户，国军是动员协助整理家园。市府表示讲，除了会安排安大这受灾户，也协助集体诉讼来讨赔。爆炸事故隔天，现场以外有翕烧的白烟一直冲出来。台南安南区海淀路二段一个空地2日头早发生严重爆炸的火烧厝，那造成15人受伤。我军的10户徛家也有炭烧到无多大。23住户伫阿兵哥斗3工之下来整理徛家内外。那我们预计希望能够在今天，重要的这些污损的部分清理，希望能够在今天能够完成哈。路的条件满满拢是烧歹去的家具这物件。阿兵哥用本机第一个乌乌的油泡啊，因为爆炸当时威力真强，真侪受灾户厝内底物件拢碎了，唔知要安怎办。整个东西都是碎了，所以说真的人还好，赶快跑出去。我都唔知影，是迄个发生迄暝，来我当作是建商的物件，联络建商来，建商的是甲讲唔是的物件。调查人员伫现场调查，检警也继续调查案情。根据了解，这空地原来是区公所经由里长向地主免钱借来，所以民众的停车场使用。后来使用的10拨人就敢若拢无讲，就囥这美路的废弃物也个油桶。杨过使用10拨人进行，因为另外开涉诈欺案，伫检署发布通缉进前就走出国啊。也里长甲地主对使用的10拨人囥这物件讲拢唔知。那个我们不知道，我们就直接里长跟我们谈，我们已经借了他10几年了，最近3年他就是到期了，他又来跟我们借啊。这一类的工厂里面有多少原料，里面也是有危险性的，包括有毒性，或是有可燃性，或是有爆炸性，这些部分我们也都要请这个相关的公安单位去有这个效率的去稽查。市长王伟提到事故现场，慰问受灾户甲阿兵哥，台南市府下晡也调开记者会，除了协助受灾户恢复因的徛家，也请法制处调查使用的10拨人加相关10万元的财产，并且委请律师公会为受灾户拍集体官司，代为要求赔偿。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台北捷运讲旅客伫咧车门咧关的时，用牌仔刻伫车门硬要上车。这台北捷运嘛表示讲，这妨碍车门也是过大门拐起来，上当是当罚价7500。
车厢内的乘客将护林人强行塞伫车厢内，歹影往外口塞，车门才顺利关起来。看到的人看这个护林人伫列车车门甲柜台门已经关到一半，是想要强行救车。他就是想上车，但是他挤不进去啊，门已经关到一半了。他想用包包让门打开，他走进去。等到事发现场，拄着家里坐车旅客多，台北捷运公司表示，这个事件发生伫拜六下昼3点外，松山新店线中山站，这个旅客伫车门关的时，也要强行上车。以大众捷运法规定，妨碍车门也是柜台门关起来，会当出新台票1500至7500的罚款。台北捷运提醒：月台警示音响起后，请勿强行上下车，以免发生危险或影响设备。八则指出，系统安全系数设定用最高标准，万一车门卡着物件，佮初步排除无效，而且会当先清车，佮安排维修人员检修处理。除了调工阻挡车门关起来，恐惊面临开发之外，过去也有未少卡门事件，是因为旅客随身物品落去。晚3年坐云列车车门异常案件，检修了后有7成拢是物件卡门，有去年下底喷仔堆啊、耳机、管啊挂、雨伞头也是免洗滴等等。放就拿下来，就不要拿在背着这样，背在背后的话会很容易不会没注意到嘛。我是前面可能手还会这样扶一下，这样就是大家不要一直晃动。今年7月中，台北捷运连续2日发生物件卡门的状况，造成列车门无法度正常关起来。其中一个甚至这个档当场返回检修，除了继续宣导旅客注意随身物品，把这电每年道理营运的新车，也用无高做固定设计，减少物件卡碳门旁影响运作纪律，互开关门更加顺利安全。记者采访报道。相关消息来看，即马 AI 是愈做愈进步，做甲那就是真的。辅仁大学嘛调查，增加媒体素养，民众上想要学的，就是要安怎分别 AI 是真的也是假的。这学者是表示讲，这 AI 内容的生产、以图、揣度、交叉比对、查证，也袂去互 AI 假资讯影响到。像真的动画影像 AI 生成的图表资讯，伫网络上4月当看到到底安怎有效辨识信息的真实性，以及若是新闻传播甲资讯系学生的功课，你是未少成年人也想要学习的能力。有时候收到一些东西，你会不太知道这个真伪是怎么样，所以就是可能要逼着自己比较小心一点，去判断一下内容是不是真的或是假的。你会怀疑说，这个是真实的实体的，还是说 AI 电脑上去做的？教育部委托辅仁大学进行一项生前教育调查报告，最近发现有兴趣深化媒体素养的成年人，超过35.6%拢表示想要学习的就是安怎识别 AI 内容，占比第2悬的是想要学习素食杂学，达到27.75%。学者记咧说明，过去的生成式 AI 影像也无够成熟，人物手镜头啊，这寡细节有时阵会数量无正确，也毋过技术愈来愈发达，都爱靠数管手法来查核。他们其实是会从比如说他们的模型，那它其实可以在图片上面放一些浮水印之类的，但是这浮水印并不一定是你看得到的，可能是机器读了之后它才判断得出来的。这一个开发者他只要有一个检测器，他去扫很多图，他就可以判断说这个是不是从我这个生成器上面生成出来的。这款稳型浮水印都像 AI 内容的生产履历，过去 Google 也捌甲新创公司合作伫图片搜寻结果，也是关注了中表示 AI 内容的来源和使用者检视，只是新创公司一直出现爱几啊间企业整合提供验证资讯的难度更较悬。学者认为，以图速度、交叉比对等方式，颠倒袂因为 AI 技术演进来过时，也建议有兴趣民众会当利用大专院校开设的训练班，从事 AI 素养。记者采访报道。来看家己铺子第一市场已经有100年的历史啊！即马改换了后，3楼改造是地方文化创新基地，嘛开过古纸刺绣这课程，也搁办展览，要推广在地传统工艺。古纸工艺师向大家来分享展览伫内底的作品。这毋是美术馆，是家己馆铺子市第一市场的3楼，这正是启用一个地方创新的空间，让公有市场为传统买卖的所在，转型成做工艺展览甲教学的地方创新基地。有含字义有关系，地方或一个刺绣文化，算作重要一个文化的一个技术，搁即个天地扫、较人扫除的部分，拢有伫遮办即个活动。咱在即段时间，搁咱公所合作支持咱即个地方，要甲即个所在活化起来。铺子第一市场3楼中央的区域，计共有250平左右，进前使用的状况无讲介理想。
市公所4年前邀请在地工艺师做伙来经营，提供空间，让因有所在，会当配合宗教信仰来推广在地传统工艺。因为我伫民雄乡无法度是无这种场所啦，咱好主有这个场所，咱乡亲佫会使来展览来合适，我感觉是足好的，足好的。希望给这所在，互大家当时在子午这个部分，来推广地方，让大家可以知道的，有子午乡文化这样子。埔子市公所表示，埔子有真深的妈祖信仰，透过古早甲刺绣的工艺，和文创展示甲体验课程，毋但加做传统市场新的话题，嘛替地方文化找到延续的机会。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高雄市议会有议员甲这在地台语团体联署成立港岛族语复振连线，要呈现高雄真做是个多语言的城市。无论是讲台语、客语，也是原住民语，拢成对政府机关来做起制定政策，甲咱的母语佮找到回来。族语中间好食起，海有首都大高城。由议长带头，10月为高雄的议员甲在台语团体，大家大声发出口号，同时也来签名联署成立港岛族语复振连线。民团台湾官方语言制定会议讲，高雄是一个多语城市，若是台语人口上侪县市，佮有客庄原住民部落，可比是台湾缩影。期待有关部门大声来做，甲大家母语拢找回来。其中打造友善的母语环境是上要紧的。我对于未来愿望是，阮囝为学校回来，伊会当用台语甲我分享。伊伫学校学到啥物的知识？你毋是讲我看到足侪先辈因的囡仔，伊去学校回来啊，原本是讲台语的囡仔，煞袂晓讲台语啊。台湾话真要紧，咱嘛需要继续甲延续下来。而且同要紧是讲，毋干那是放伫艺术，毋是放伫博物馆，毋是放伫电影内底，咱日常嘛应该来使用。7月底才伫台南议会发起联署，这回换来高雄议会发起人赖一心讲，母语复振无啥物撇步，要做毋做拢看蒋权者尔。根据行政院的调查，2020年高雄讲台语的人口剩43%，若总阁无行动，20年后台语就会无去。望透过政策的制定，互台语一代拖一代。一条政策、一条法案，会使伫议会通过吼。这是影响全社会哦。好，比如讲一条甲学校有关的政策通过，就所有学校拢影响到。咱爱陪市政府做伙，甲这个政策一步一步牵甲完成迄天。因为若无安尼做，咱即马做的物件拢袂付起。执行上，可能我们还有很多需要检讨、够加油的所在哈，所以我们支持。然后一起努力，争取官方的支持，一步一步来复振台语，按教育母语环境来出发，和台语意识会当推散出去。记者柯家族邱用高雄场报道。想要了解大自然兼学台语，来看南投办的环境课程，或者山城厝内讲台语。除了伫咧室内上课，嘛带民众去德山的东部六溪保护园区，用台语来了解在地生态。到差这地吧，转过了，拔起来，安尼关转来，吼，安尼就免啥，那除了噶，所以这种上环保。简书摕到叶桃叶啊，讲古早人安怎伫生活中运用叶桃叶啊，这是德山的东部垃溪环境生态保护园区。简书哪行哪用台语来介绍，大家听甲真认真。家长嘛，望囡仔会当活近大自然，嘛会当学台语。你要当外口就对啊，行哪？抓糖。哈？因为我介抓糖啊。哦，你介抓糖，啊，你拢袂惊哦？袂啊。按过我会惊真多。应该会晓讲台语。啊，所以一厝人，恁厝内拢咧讲台语的对。嘿，对，就要互囡仔有台语的环境安尼。我感觉老师就好讲的呢，而且我毋捌来过这个所在，毋知影这内底遮尔啊精彩安尼。这的生态真丰富，南投县政府的山城厝内讲台语的计划，嘛有办一户外小解大自然，互台语落入生活中。然后嘛，希望讲吼用环境教育搭配台语的教育，然后甲组会用台语，互大家民众啊，更较来了解阮遮的南投的一些很漂亮的自然景观。如果用台语，佫顺续会使教遮个来参观的游客啦吼，也是讲遮学生啊啦吼，会使了解台语，佫较亲切。到野外入目大自然，佫会当学到台语。文化局讲9月份佫有3场无共主题的环境课程，嘛邀请佫较侪家庭加入台语家庭的计划，来野外学台语。记者洪一修南投报道。
世界潮流界来看，伫咧韩国佛教也对时代的变化，搁再受到关注。透过这类的活动、流行产品、甲机器人、DJ 表演方式等等，来吸引少年人愿意去了解佛教。不过，也人烦恼讲会去影响到信仰本身的价值。光批顶悬佛陀以轻松的姿势奔杀奔跑，边仔写本起来拄好破，解放袂记哩。另外一张光批是为佛陀挂现大式的拿个现机。阁有3个图样是因佛陀额头背手机的模样，卖这潮流商品的店头就伫个前往首尔做开始的主要街路顶。14世纪起的做开始是韩国禅宗上大的宗派，做开宗的总本山。大殿内面信徒虔诚向3尊金身大佛鞠躬，不过一个看去，多数拢是集会信众。为着要吸引Z世代的少年族群，做开宗开始将流行的元素纳入佛教。对音乐流行到创意活动，一波潮流的佛教当地发展，改良式的佛教强调更加大众化。23岁韩国大学生本身就是一名佛教徒，根据伊的观察，佛教流行的形象吸引更加侪甲伊同款的少年人的注意。不过，有批评者认为，花芭比鸟的工艺品和佛教变甲真商业化，遭受到消费主义的污染。今年5月，做开始为人形机器人举办出家的仪式，不过这个行为引起部分人士强烈的反弹，批评做开始变价出家人的地位。随望妙正法师迄阵虽为机器人出家人辩护，不过嘛意识到其中的风险，所以制定更加明确的界线。 젊은이들에게 많은 관심을 갖고 있지만 그래서 저희는 지금은 지켜보는 단계다라고 하고 있고 앞서서 얘기했듯이 조금 불교에 대한 이해가 없으신 분들이 만들어낸 콘텐츠들에 대해서는 저희가 조금 경계하고 조심하려고 합니다. 不过，潮流佛教虽望有近少年世代距离，却无明显转化做增加信徒。南韩佛教徒的比例，这几档维持伫个16%，无信教的人口也是占大多数。学者认为，宗教对世代轮转来调整，只要核心教义无变，潮流的佛教嘛当正做延续佛教的新的形式。公司新闻新乐部编译。 来看美国的缅因州有一个小村庄，有一大阵加工的雕像，伊毋是装置艺术，也毋是招牌，是要陪伴一个自闭症的查某囡仔，逐工生活的重要瓦课。这是热心的趣味头尾轮流响应的温暖行动，咱做伙来了解。 美国缅因州这座外海小镇，四界拢是加工的雕像，这看起来敢若真普通、真大的雕像，所以意外成做一个温暖的行动。有自闭症的查某囡仔派博，伊今年6岁，上喜的动物就是加工。有一天，伊甲伊的养爸伫咧卖农业机械所在，看到一只关买笑白加工雕像伫咧卖，就甲伊买回来，了后是愈买愈多。 派博的养爸养母表示，这加工的雕像会当帮助伊稳定情绪、适应环境的变化，毋过嘛引起各界关心。若不然，翁仔某甲加工的图变作是家族的徽章，而且印伫咧因兜餐厅的衫，还有商品顶头。镇政府就认为，草坪的加工雕像已经有商业宣传的用途啊。 The issue is that the town of Ogunquit was fining us for having these roosters out by the road. We had a bunch out here. And the town decided that once we put our Piper's crest on our shirts, then it became the roosters out front became advertising. They became signage. 经过协商，在地政府同意用身心障碍合并的法律规范，温存派博规家伙仔保留2个加工的雕像，不过就要固定好好。煞个因为放伫咧楼梯顶头，无符合规定，即口罩阁罚款500块的美金。 毋过面对这场诉讼，若不人规家伙仔选择甲对立碰下，甲其他加工的雕像送互亲戚朋友，也是支持的人，希望用一只搁一只加工传送互大家对自闭症的理解、接纳也个包容。We brought it home. We put it on same night. We couldn't wait to put it on, and people were so supportive. They were like honking. It was so nice to see all the support and love for Piper. 这一座搁一座加工的雕像，已经为原地。 隔壁的争议变作是包容、支持自闭症、含因厝内的人温暖的标志。公司新闻新乐部编译。天气报你知，搁再提醒观众朋友，今日嘉义县、台南市、高雄市、屏东县、花莲县、台东县、大关市是停班停课的，其他所在嘛要注意有大雨灾情。下晡晡天气写款来看详细资料。 北部地区26度至30度，
中部地区25度至30度，南部地区25度至28度，东部地区26度至30度，外岛地区26度至31度。搁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你收看今日早起新闻，我是主播陈志安，咱明仔载同一时间再会。